台湾3对3篮球赛伫6月初开赛，台南场的赛程伫6号正式登场，地点就选择咧南方国中心广场举行，但因为拄着落雨，而取消开幕仪式。不过比赛因是伫雨停了后开拍，而台南的这场赛事，甚至有进拿球星也应邀出场。那3对3其实现在是台湾很盛行的一个3对3活动，然后这个也是台湾算数一数二一个很大的3对3联盟。那当然能参加这个，我认为让很多不管是我们或者是一些素人球员，他有一个空间，有一个机会发展，其实是很好。因为不要单看是这样，他其实强度我不认为会输给全队伍。像宝哥刚刚说，这个比赛其实强度蛮强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平常没有在持续运动或维持体能或肌力的话，其实打这比赛我觉得也会受伤。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现在已经在工作了，但是我们其实会利用一些自己的时间去做训练或维持。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们在打这个比赛会第一容易受伤，第二其实也会很辛苦。台湾3对3篮球赛是国际FIBA认证的比赛，由冠军的队伍9月份将代表台湾前往日本进行决赛。我们这次的比赛呢，其实是一个 FIBA 认证的比赛，然后它是一个跨国的联盟。然后我们总共有日本、纽西兰、泰国还有台湾。然后在每个国家进行自己的联盟赛之后，我们在9月的时候，各个国家的优胜队伍会到日本去进行一个全球的决赛，这样子。南胖国务中心副总杨炳彦表示，在经营国务中心的同时，不是只有针对国务服务，也希望造福民众更有活力的生活。南港购物中心这次有协助赞助了推广这样子的一个3对3的国际篮球的赛事。那因为我们希望呢，这些爱好篮球的民众们，或是爱好各类运动的民众们，其实也都是我们购物中心很欢迎他们来这边。我们在经营购物中心的时候，也不是只有针对购物，我们希望一些娱乐、餐饮、休闲这类的消费者都可以踊跃的来我们这边，平常都可以来这边走走。那这样子的活动呢，其实对整个城市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活力能够不只让这个场地大家这个运动的很尽兴，也希望这种大型的赛事跟我们南港购物中心能够好的结合。这次也是台湾3对3篮球联盟第二次来到南胖购物中心办比赛。联盟表示，真欢喜有遐尔好场地办活动，未来也希望会当持续甲南胖购物中心合作，推广篮球运动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